第7届社区红红会影展由创社政治第10档的公民社团开始录影电影社策办，以面对为题，精选5部电影作品参与影展。大概从3年前，2020年的时候就开始构思这个主题，面对哈。那因为这个题材刚好，发想之后决定的时候遇到疫情期间，那我们这个过程中，其实我们社员一度想放弃哈，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挑战，在生活中、在工作上、在健康上，然后要讨论这个题材的时候，也内心很多的交集。那可是，在这2-3年的一些的酝酿跟沉淀之后，今年我们决定要把它完成。本届影展活动有2场，分别伫7月12号甲9号，伫台南文化中心登场。报映的作品有的剧情是甲少年女性有关，包括未来、感情甲事业。另外，还有与母亲、爸仔、家人等亲情有关的，内面还有家里奇幻的元素，让人非常的期待。那过程当中呢，我们当然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是倍加困难，又不能群聚。那甚至像缤纷蜡笔人生呢，在其中很大的一段呢，电影中的很大的一部分演员都是戴着口罩来表演的，这个也挑战我们这个演技以及导演的能力。那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也特别都选择台南市有名的景点，像比如说吴园啊，比如说大鱼的祝福啊，像这样子的景点，然后来做拍摄。今年持续透过影像传达疫情期间虽然有困难，最后算有面对的勇气甲希望，展现出电影的正能量。7月22、29，台南文化中心，一起来面对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